后来继续来看社群平台抖音，最近出现几哪个假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笑号，而且这个笑号搁伫直播来留言，讲需要帮忙者，会当到服务处申请，等，讲一寡无影无食的代志。针对这款的情形，王世坚今仔日伫面册铺文，讲伊将来拢无开设，嘛无经营任何抖音的笑号，而且伊是强力来谴责着偷用伊的身份开设笑号，侵害伊名声的人。王世坚讲，伊已经开始收集到证据，要互假冒者来承担着法律的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